乡亲啊，有感觉无？今仔日透早比昨透早搁较冷，全台湾各地陆尾拢出现10度以下低温。自动测站的上低温是伫个苗栗的大河，只有4度6。若这个气象局测站的上低温是伫个淡水7度2。因为天气湿冷，宜兰的太平山早起嘛会落这个微雪咯，一大片银白世界，真水。看过太平山变成是规片白色世界，涂骹拢已经积雪，一站一站的步道嘛去有高高的雪拢砍掉咧。白茫茫的景色就伫个山门街步道，一直到今仔日知啊，拢也咧落微雪。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山庄这边，从昨天晚上一直到目前都维持在零下2度。从7点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有在下一些冰线结霜跟结雾凇，还蛮漂亮的。若是计算将秋瓜的景色非常水嘛，真难得。宜兰大东乡车兰新木园区嘛，因为这波寒流规片拢结冰，气象局讲这波寒流上强的时刻，对昨暗到今仔透早，全台各地弹讲拢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。今天清晨在寒流影响之下，除了台东、屏东地区以外，其他各地低温都在10度以下。最冷的低温出现在苗栗大河4.6度，但是随着干冷空气影响，而且今天越来越往南移动，所以今天各地几乎都可以看到阳光。气象局除了发布低温特报，也个特别针对新北市、桃园市、新竹县、苗栗县，也个有宜兰县发布非常寒冷的柑仔色的灯号，提醒民众唔通去冷着。嘛，针对全台县市发布陆上的强风特报，这波寒流会持续到19，也就是拜三。伫个日时了后，会随着时间愈暗，温度就慢慢回升，而且一路到礼拜日拢是袂歹好天气，甚至有可能会回温到25度左右。嘛，请民众伫寒流期间爱穿好烧，嘛爱注意天气的变化。